以出埃及记吼，出埃及记第3章第11到15节，啊，1到15节。一开始就讲到摩西吼，伫照顾伊丈人叶特罗的羊吼，因为丈人叶特罗是米甸的祭司吼。啊，这是第3章吼，头前第2章的记载讲摩西伫埃及杀死人吼，啊伊就绕跑吼走吼，离开埃及吼，来到这个米甸的这个所在吼。这里讲到伫迄个何烈山吼，啊有特别讲这是上帝的山吼。这个何烈山来讨论一下吼，今日个节目有侪知识吼，咱做伙来学习吼。何烈山啊，咱常嘛听过一个西乃山吼，西乃山吼，这两个敢有差别？有共款无？何烈山跟西乃山，有时候被混在一起讲，不过其实不太一样哦。这个就有点像那个世界第一高峰，什么？有点像喜马拉雅山跟圣母峰的关系啦。圣母峰是中国的讲法叫珠穆朗玛，好，珠穆朗玛吼，啊是讲迄个西方是讲 Mount Everest 吼，喜马拉雅山是山脉，好，很长的山脉，啊，迄个珠穆朗玛是啥？珠穆玛，上悬的迄个山峰吼。这么赶快吼，何烈山是咧讲一个山脉，吼，何烈山是山脉吼，啊，西乃山是迄个山峰，吼，上悬的迄个山峰吼，所以无毋对，他们是一样的概念啊，只是那个摩西带遮一些人，那嘛是来到西乃山遐吼，在讲那个山峰吼，好，啊，摩西看到伊咧找伊的羊，拢看到一个。啊，那这个何烈山是指山脉了哈，西乃山是指那个山峰呵。来，摩西看到气配哦，好会修吼，气配也不倒去吼。中文翻这焚而不毁哈。这个焚而不毁，伊看到这个景象，煞变做是长老会吼，所有长老会共同标志吼。咱有识无？熟不熟悉这个标志？我找这个图，这个火还有在烧呢，你有看到？这里会有在烧哦，好，这个是台湾，你看伊的拼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哈，焚而不毁，1865年哈，他讲的应该是南部的最早的时间哈，1865年。我讲过，这是所有的长老会哦，全世界所有长老会的共同的标志。可是谁咧无啥共款？上早是法国改革中，咱会知影吼，伫欧洲的讲法都是改革中吼。英国，英国算不算欧洲啊？算不算啊？他没有在欧洲大陆哦，他算，可他没有在欧洲大陆，他是另外一个的哈。所以从英国讲的是长老会，欧洲讲的是叫改革宗哈 ，Reformed 哈，英国是 Presbyterian Church 哈，所以为英国传到北美那边全部都讲加拿大不，全部都讲长老会哈，所以咱台湾北边是从加拿大传来叫做长老会，南边呢？什么浸信会？不啦，南边的长老会从哪一国传过来的？英格兰哈，所以一样都是叫长老会。法国最早哈用这个标志哈，焚而不毁，因为他那个时候，那只要法国是个什么宗教的国家？天主教哈，最伫迄个时代上强的哈，所以在上面的改革中被欺负得很惨哦，他们被镇压哈，被屠杀很多哈，所以他就用这个标志哈，表示他们虽然被焚烧，可是还是坚持哈。不过爱尔兰哈 ，Irish 哈，
他把他的意思改成，虽然被焚烧，可是却兴旺，哦，不一样的，更进一步哈。来，英国长老会从1642年开始用这个标示，接下来苏格兰、澳洲、纽西兰、美国、加拿大拢是用这个标志哈。咱若看到，实际上都无谁都无像赶快哦。这是苏格兰的哈，那个是旧的，这是新的苏格兰的标志哈。这是这加拿大的，吼，因为澳洲的吼，澳洲，这我看你水水，唔知都为对来吼，反正都是这个图吼，焚而不毁吼。好，即摆摩西看到迄个气配火会烧吼，煞无烧去吼，煞无倒去吼，没有烧毁。其实这个景象伫迄个地区、迄个时代常常会看到，因为迄个荆棘气配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植物佮常常会去甜到遐羊羊会被割伤所以那个牧羊人看到就把它怎么样，点火甲烧去即摆摩西看到这张烧去煞无安怎，有烧煞无倒去没有焚毁。所以他吓到了然后接下来，伊讲上帝天使的声对内面出来甲摩西讲啥？你无得近我，就烫你骹的鞋，因为你徛的所在是圣地从这个概念一直到后面几千年都一直把那个礼拜堂。头前这个所在当作是啥？圣殿我的母会，我的母会后面还有一块地说那是至圣所囡仔啦走去遐拢用拱卡声所以都觉得这个是圣的地其实迄个空间的神圣、空间的神圣这个概念，其实到了基督教已经没有了空间的神圣是指这个。那时间的神圣是指什么？神圣时间，这里是这样，他那个在讲那个加在讲气配那一块地方是圣的，那是空间神圣的概念。那时间神圣是在讲啥？神圣时间，圣诞节这是基督徒的想法。那犹太人呢？犹太人什么时阵是神圣时间？对啊，安息日啊。安息日进入安息上帝自己也进入安息好了，这个东西到基督教都有重新的理解真的不要把这一块地当作是神圣好，上帝的介绍伊家己这个上帝讲我是你祖公的上帝这是那个台语的翻法，和合本都翻成父亲我是你祖公的上帝，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那个祖父祖公那个希伯来文也可以翻成父亲，或是父家，或是你的就是祖先的意思所以两个翻译都可以。我们是外邦人咱看汉字看不出这句话有什么特别我是你祖公的上帝，看不出来可是英文看就知道了英文是说 I'm the God of your father 哪里怪怪？这个 father 都死了嘛祖先都死了英文表达是说 I am the God of your father 哪里不对？文法哪里不对？哪里不对啦？这个 father 都死呀英文讲 I'm the God of your father 哪里不对？应该要讲成什么 ？I was 还较对I 用过去式较对因为迄老爸拢过身嘛 I was the God of your father 嘛你爸爸已经去世了嘛在希伯来文在这里的用法是用现在式所以在新约的时阵，耶稣就举这段经文，在告诉你说，上帝是
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对吧？有没有印象？好，就是说，虽然你认为你的祖先已经死了，不过仍然是活着，所以这里上帝才会说，I am， 我是你祖先的上帝。这耶稣在那个时代，他可以做出很有创意的解释。不过各位兄弟，咱即马是在那个爱因斯坦以后的时代啊，对不？是不是啦？我们是爱因斯坦以后的时代，这个话有别的解释。I am the God of your father， 可以有别的解释。I'm the God of Abraham，I'm the God of Isaac，I'm the God of Jacob 哈，就是说，其实咱那是伫爱因斯坦以后的认为社会，其实我们可以从那个超时空的、超时间的概念来解释这个意思。你得想想上帝是伫时间轴以上，他是不是同时是这个的爸爸这个的神也是这个的神，也是那个的神？听我的意思吧，听我的功效吧。他可以说 I am 什么时间上帝都可以探头下去看嘛，对吧？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讲法他介绍说我是你祖公的上帝现在他就开始要跟摩西讲一件代志他说我已经看到我已经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会受苦我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要带因离开迄个所在，到肥水开阔的地，到老内甲密的所在，伊是咧讲对。就是迦南地迄才有写下面有写啥物人的所在好，各位兄弟，你即摆想象你是摩西你徛伫迄个气配咧烧的面头前，上帝的声甲你讲，上帝甲你讲，我已经看见你的同胞这以色列人是我的百姓，在受苦，伫埃及在受苦我要叫你，我要命令你，你们是摩西上帝讲，我要命令你，甲这以色列人对埃及带出来，入去迄个肥水流蜜干呢的所在，这水的所在。当恁听到上帝安尼讲话的时阵你的脑海里面有没有一个图像出来？有没有啦？你脑袋看到什么？先看到以色列人在干嘛？受苦这摩西一定脑袋一定有的，因为一段的埃及嘛，他是埃及王子对吧？然后呢，又想到说那个老练甲密的所在，恁真是有想到无啦？你现在脑袋有没有想到老练甲密安尼的景象？有没有啦？所以是迄个练是什么颜色？当然是白色了这烂问题。你就想象摩西在听上帝在跟他讲话的时阵，他脑海里面就浮现那个图像那我这里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了所以摩西看见的意象是在指什么？那个异象 vision， 摩西看到的。圣经说摩西看到异象，到底是指什么？是指这个吗？焚而不毁看到迄个气配火烧煞无倒去，是你看到其实上帝咧讲迄个所在，上帝讲要甲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要带去咩地？这水的所在，对上这痛苦的经历要带去这水的所在。其实两个都是意象，听懂我在讲什么？上帝让摩西看到全部的意象，就是讲为埃及带出来，要带去对，这水的所在，所以全部摩西已经都知道了，对不对？上帝的计划。不过，各位兄弟问一个问题：上帝有爱摩西负责全部无？有吗？
哈，上帝有没有叫摩西负责全部？没有啊。伊有讲清楚无？要甲伊带到对，为埃及安那带出来的。这是上帝跟摩西讲的话呢。好，可是摩西会不会想象成说是他要带进去？会呢，好会呢。这个可以讨论哈，这也当讨论一下哈。有当时啊，咱看到你看到一个这水的脑袋里面有一个这水的计划，哇！我看到高等教会的意象，咁一定是你要完成。想一下哦，上帝有叫你完成吗？还是你参与一半，参与1/10，参与一部分的你啊？这个要想一下的问题哈。所以各位哈，在你看到古亭教会，你看到有什么意象？你是高等教会的会友，你看到古亭教会什么意象不？要成为千人大教会吗？是要加出一个真实的、真实上帝国百姓的群体，还是什么？要加做疼甲受苦，加做5万的记号？还是你看到像我以前讲过的，你是一盘什么试吃品？你讲下这，你看到的高等教会是什么款的意象，你就会走出不同的路哦。你认为古亭教会要成为千人的大教会，你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大概就是101新贝家，要参加幸福小组，你就会把人数增加当作是你的什么目标属纲来者，对不？是不是啦？你若讲我要用疼甲受苦，加做5万的记号的教会，你就会怎么样？你的重点就不是参加幸福小组了，对不？你会去看到你四周围的人受苦的、需要帮忙的人，方向会完全不一样，同不同意？就是讲你到底看到的是什么？讲下这教会常常有侪事工在做，对不？是吧？教会进行很多事工，各个教会拢同款。教会有当时咱行一寡的事工是为传统来的，就是讲因过安怎做，咱即马安怎嘛照做，对不对？是吧？什么时候做礼拜，什么时候要有团契，什么时候要有聚会、祷告会、查经班，都是按照什么传统在做。这有点危险，因为咱常常在做代志，无在思考迄个传统的精神，甲之前为什么这么做，只是照什么？照着做的时候，这会出问题的就是以前那个需要个精神已经忘记了，或是不需要，你还是要个是叫的按那些做这个会出问题，所以不好，这样比较不好，不够好。较好的精神是什么话？你对需要来产生事工，譬如讲，今麦教会给一顶哇少年人啊。那我们就要为他们产生什么团契，他们的需要的一些事工出来。工清楚不？从需要来产生事工会比较好，会比从传统产生事工好一点。不过还是不够好，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因的需要甲少年团契的需要，敢没同款？不会呢。甲辅助的需要，敢没同款？不会呢。那到时候你的教会就这边一个需要，那边一个需要这些需要有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这个需要可能拢无关系，你的教会就加一个，做到无啥啥。才会讲清楚不？从单敢若要为需要来进行事工会乱七八糟所以上好应该是对意向来产生需要，来产生事工来解说一个意向咱讲 vision 一个新的
翻译叫做愿景，没看过吧？现在很多商业的讲法叫愿景哈，其实你发现意象跟愿景都很像，的那个感觉是像的哈。意象、愿景哈，等你哪看到意象，看到那个愿景，这个意象跟愿景可以成为什么？成为一个目的，哈，成为你这个教会啊，是这个组织啊，这个公司的这个目的，哦，你要去的地方是什么？这是意象。目的也单用文字写出来，意象是用图画表现出来哈。你哪边达到这个目的，你是不是要定很多的目标，对吧？好，定介这目标了后，对目标去产生这策略跟计划，安尼无管你有偌济计划，不会乱七八糟，因为他们有同样的什么？同样的目的，好，所以。当摩西看到迄个意象，伊是要把人带去迦南地，是要把人带出埃及。他会不会开始去思考接下来要怎么做？那个要怎么做的是在属纲啊，好，要怎么做？各位兄弟，你有看到古灵教会意象是什么会无？你如果看到古灵教会的意象是什么，你开始发度去产生怎么做的问题。那才是会古灵教会的属纲被做什么会，才会有依据，好，才会有一个方向来做哈。啊，今日不是要讲这，不过大家放在心内，好。好，哈都讲过伫经文内面，耶和华上帝一开始的讲清楚啊，摩西的任务是什么会？敢若是甲人啊啦，带出埃及，是不是？好，那这个要摩西若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第一件代志就是应该去见什么？法老王嘛，对不？好，啊，摩西在想讲，我遐衰，我才从埃及怎么样逃出来？你现在又叫我怎么样回去见法老王？哈，所以摩西就讲啊，我是什么人？好，我算什么？我通去见法老。啊，甚至要把一些人带出埃及了。哦，你在讲什么？你开玩笑吗？好，上帝就给他一个 sign， 和一个记号，跟他一个约定。你要带以色列人，你到时阵你也带以色列人来到现在这个山来服侍我。好，这个要成为证据。什么证据？你也当把一些人带离开埃及。好。要带离开，这个是个证据。你可以先把他以色列人带到我面前哈。啊，今嘛来，摩西就要问啊，啊，无你叫什么名？哎，你这个神，得和我讲一个名。啊，今嘛我登去找以色列人，我和他讲是哪一个神要我怎么样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你总要给我一个名号吧？好，看你是妈祖哦，还是三太子？你还跟我讲一个名，无我这个以色列人较要信我咧讲啥？结果上帝跟他说什么？你问我的名字，上帝说什么？但台语甲翻做我是自然而然的上帝，什么意思啊？自然而然、自然而然的上帝，什么意思？好，然后和本翻成和本的方法也非常经典，和本翻成我是自有永有的上帝，这什么意思？其实英文翻的才是正确的翻法哦，这两个翻法都没啥准哦。英文是翻成 I am who I am， 那是什么意思 ？I'm who I am 什么意思啊？I'm who I am 是自有永有吗？I'm who I am 的最平的翻译就是什么？我就是我了。所以你知道这两个人的对话是什么口气吗？摩西讲：“请问你叫什么名啊？”啊，上帝讲啥？我就是我，你现在问下，听懂吗？好，啊，说结果我就是我，说变成啥？变成上帝的名。好，其实我要跟你讲这是什么概念哦？在那个时代。其实这个概念有传下来，在那个时代哈，
你把你的名告诉别人，代表你是比他低的位置，听我意思不？好，我今嘛跟那个徐执事见面，我们是陌生人。我跟他介绍我自己，我若先介绍我给他，安尼我的地位就比他怎么样低。所以你知道哈，天主教有驱魔师刮鬼耶，对不？好，驱魔的时候、赶鬼的时候都要讲什么？拿个十字架讲什么？好，你们都没有看电影哦。那个赶鬼的时候都问他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对吧？啊，那个鬼如果笨笨的说，我叫什么名字？名字讲出来就表示什么？啊？他臣服在那个驱魔师的权威下面。这个圣经有写啊。耶稣赶鬼的时候，不是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魔鬼说我叫什么？群啊！一讲出来就怎么样？就低半截了。你知道不？其实咱今嘛嘛是这款的文化呢。你今嘛哪要介绍两个人，来问你们哈，你要介绍两个人，你要怎么介绍？你要介绍啊，我要介绍那个。怎么会？对啦，陈婷啦，我要介绍陈婷，我要介绍万来长老跟陈婷，我要顺序要怎么介绍？来，考你们一下。先介绍谁给谁？所以我要怎么讲？我名要先外过上，先外过万来长老家嘛，哈。我万来长老讲，这位是陈婷，哈，即马卡陈婷讲啥？这是万来长老，安尼知无？我若安尼介绍，就是上较悬，万来长老较悬，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好，我若要介绍那个科博书和徐执事，好来，不要他介绍。我要给你两个介绍，我要介绍他们两个顺序怎么介绍？许牧师跟徐执事，你们是会不会介绍啦？我要把谁介绍给谁？你们因为你们觉得牧师比执事大，对不对？换掉，我现在介绍李恩柔跟徐执事，恩柔跟执事，把谁介绍给谁？安尼唔对啦，要把男士介绍给女士先啦，这是礼貌啦。回到经文，完蛋了，你们已经乱掉了。咱回来经文，摩西问耶和华上帝个你什么名？耶和华哪甲讲我的名是啥？煞变做什么货？摩西比他管呢。所以耶和华讲的其实不是他的名字啊，他只是告诉你说，他一告诉摩西说什么，我就是我啦。后面没有讲的话，就是说你是在问什么回？不要问了。我就是我。结果我就是我这个字，说变这啥？变这耶和华上帝的名啊，耶和华就是我，就是我。好这边又另外一个概念了哈。第一是讲自然会找我到恁家哈，就是讲你去告诉那个埃及王是这个自然的差遣你去什么埃及的，什么叫做自然的？头前不是讲自然理然，现在开始变成自然的。因为这真的是希伯来人的写法如果翻成英文，这里就写成我没下出来 ，I am， 找见我去恁家，所以这个 I am 说变成上帝的名，所以记不记得第四福音的时阵，耶稣常常讲我是，有无？我是 I am 这若咱这外邦人听起来无啥物货，对不？我是就是我是嘛，你是不是
上帝的囝啊，耶稣讲我是有没有？讲到 I am 吼，遐犹太人听到的安那，才趴落来啊，就趴下来了哈。因为犹太人听得出来讲，我若讲 I am， 就是表示我就是迄位啦，我就是那一位啦。当初跟摩西相拄的迄位啦，大家嘛惊死吼。所以现在有一间教会叫 I am， 你知道不？这个 I am 教会标榜他的会友都必须是那个富二代还是那个什么科技新贵的I am 教会这个是有够臭屁的教会好，伊讲 I am 来英文有写 I am has sent me to you 这个 I am 甲我派来的就是迄个 I am 好，介绍这个，这就是 I am I am who I am， 希伯来文的子音这个都是子音，没有母音就是那希伯来人看到子音这个，伊就也要念就好像你看到汉字，需不需要注音？我们懂汉字的人不需要在旁边注音，你也会念，对不对？可是刚刚打的汉字的外国人，伊的一点爱安娜拼音嘛，对不？一样，子音是没有念不出来的，你要在旁边写上母音才念得出来。不过犹太人自己不需要填母音嘛，再加上他们唔敢念上帝的名，就是 I am who I am， 迄个音唔敢念，唔敢念久了以后嘞，久了以后就看到那个字没有人会念了所以只好把另外一个字的母音放进去另外一个字叫做阿多奈，阿多奈这个也是希伯来文，到拉丁文也是一样的拼法。阿多奈，阿多奈就是主的意思，上主、主人的意思一个阿多奈的母音阿欧阿，知道我在念什么吗？阿多奈嘛，它的母音是阿欧阿。奥阿放进去，这个念成什么？变成念成什么？亚和华，这样有听懂吗？好，所以它其实耶和华不是这个字的念法，伊是把阿多奈母音怎么样放进去的？所以基本上你当然两亚和华这是不对的，这样有听懂吗？好，所以后来学者去研究，发现，正确的念法要念成什么？亚卫，所以你有发现无？咱的新圣诗，拢把耶和华拢提掉，有没有？然后咱拢唱个，大概歌拢唱个密密麻麻，因为我们已经唱习惯了。我们都唱那个诗篇23篇圣诗旧圣诗第6首，不能按那唱。主耶和华是我无家，对不？你看在今麦改这啥？上主是我记号无家，是不是？就整个都不对了，对不对？你唱主耶和华是我无家，这唱得很顺。今麦改这上主对不？上主是我记号无家，你就整个就乱掉了。还有你知道，咱哪迄个长老会牧师自己做会拢爱唱这几首，你知道不？长老会的会歌，蓝调来吟诗遐牧师咱拢做伙，咱唱这首，还有分布对不？蓝调来吟诗，吟诗学了，耶和华这下海啊！今麦唱到遐，大家拢噼啪，拢唔知要唱耶和华是要唱上主去，主上帝拢唱到明明冒冒去啊！好，就是因为在学者发现讲耶和华是一个错误的念法，要念成亚卫其实我看起来都还差不多了所以上帝介绍伊家己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你唔通问伤济。好，上尾耶和华上帝甲讲，你得对以色列人安尼讲，找我到恁遮的，就是耶和华I am， 恁祖公的上帝，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这是我永远的名，
这是我的纪念，好，或者说这是我的称呼，好，直到万代，哈，这个是等于是上早摩西甲耶和华上帝的小组，哦，熟悉，好，看这我讲今天的经文很多都是知识性的物件，啊，不过咱犹原会当去思考的代志，好，就是讲，上帝和摩西看到异象到底是什么？看到异象到底是什么？摩西是看到全部的代志，全部上帝要成就的事情，包括把一些人救离开埃及，带到迦南地。摩西就看到，因为上帝讲给他听。啊，不过明明在任务 mission 的任务顶面，摩西干那负责什么？带出来。上帝并无爱伊带进去，谁带进去的？啊，谁带进去啦？约书亚嘛，是不是？不但是约书亚带进去，摩西连踩进迦南一步，上帝都不爱，是不是？好，上帝不让摩西踏进去迦南地。各位兄弟，为什么？摩西有想要入去无？有想要入去无？有啊，上帝不准伊入去，为什么？啊，他不听话。哦，他在最后一个神迹，那个以色列人在埋怨无水通啉的时阵，哦，上帝叫伊去予磐石出水，不过摩西安那击打那个磐石，讲了一些生气的话，摩西就做了这件不对的事情，然后就不能进迦南了。这个上帝太小气了吧？这是圣经的解说哦。圣经讲，因为摩西做这件代志，上帝无予入去迦南地，我才不相信嘞！我才不相信嘞！摩西一路以来40天遵探上帝的命令，带些人伫旷野40天，他就因为这件事情违背上帝的命令，然后就不能进迦南吗？这个上帝有没有太小气？我认为我自己猜的，我认为。上帝如果让摩西进迦南地，约书亚就不用当领袖了，知影迄意思无？上帝若要予约书亚成做真正的领袖，伊就袂予摩西进去，因为摩西若进去咧，是要听上诶，一定听摩西的啊，怎么可能听约书亚？摩西伫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是那神同款呢？像神一样的位置呢，怎么可能会听约书亚？所以上帝就让摩西怎么样？死在迦南地之外。可是上帝有让摩西怎么样？看到迦南地全部，看到迦南地全部。各位兄弟，我们是不是愿意在一个大计划里面，只做我们的部分就好？各位兄弟，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咱参与上帝的事工，咱是不是有迄个心态？我做到这，这是我的任务，无一定我就爱安那做到头，做到尾。各位兄弟，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上帝让你看到水的意象，让你看到迄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不是一定得你把它走完？各位兄弟，这是爱咱爱思考的最重要的一个事件。的圣公亲像摩西遐尼伟大的人，其实他就是走一半而已。上帝的命令就是要叫伊做一半人尔。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看清楚，咱伫上帝的计划内面，咱要徛的所在是伫倒落？各位兄弟，看起来摩西不甘心，可是这是上帝的计划，这嘛是上帝做代志的方法。这个计划若愈大，这个计划若愈伟大，安尼就表示一定是足久足长，侪人无同款的人，甚至无同款时代的人，
接续落去做，靠法做较正。不见得是你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做完的。好，让党心来祈祷。之前的